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10日 Yahoo 新聞。七國集團外長會議即係 G7 峰會，即將喺加拿大安大略省尼亞加拉地區舉行。被控勾結外國勢力罪，遭囚禁近5年嘅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喺該區持有多間酒店及餐飲娛樂業務。黎智英嘅家人同埋尼亞加拉湖濱鎮嘅鎮長趁機呼籲釋放黎智英。鎮長向加拿大外長阿南德發表嘅公開信形容，黎智英係推動民主同埋新聞自由嘅世界領袖。G7 外長會議將會喺本星期3同4喺安省嘅尼亞加拉舉行。黎智英同埋佢嘅家人喺加拿大擁有酒店集團 Vintage Hotels。黎智英嘅侄女 Erica Lap 上個星期4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訪問時話，佢嘅叔叔冇犯過我哋喺自己國家唔會做嘅任何過錯。佢話尼亞加拉湖濱鎮係黎智英加拿大嘅屋企，亦都係佢大部分加拿大家人居住嘅地方。湖濱鎮鎮長 Gary Salopard 亦都向加拿大外長亞南德發出公開信，佢指出黎智英係國際公認嘅推動民主同埋新聞自由嘅世界領袖，佢對真相同埋公義嘅堅定承諾同埋勇敢捍衛，令佢贏得舉世尊敬。喺尼亞加拉湖濱鎮，黎智英同埋佢嘅屋企人對社區作出咗持續嘅貢獻。透過 Vintage Inns， 佢哋振興咗本地經濟，創造咗顯著嘅就業機會，活化咗主要嘅古蹟遺產，吸引旅客，並且維持本地商業。因此，佢支持加拿大政府同埋外長推動黎智英嘅釋放，秉持人權、公義同埋自由呢啲加拿大一直標榜嘅原則。黎智英被控勾結外國勢力案，喺2023年12月開審，今年8月完成結案，但係而家仲未知道何時作出裁決。被囚多年嘅黎智英下個月就78歲，近年健康惡化，出席結案聆訊時需要帶上心臟監測儀器。佢個仔黎崇恩今年形容父親時日無多。Erica Lap 亦都好關注黎智英嘅健康狀況，指佢患有糖尿病。黎智英已經被關押超過1700日。Erica 話，即使對年輕人亦都唔係一個健康環境。對於湖濱鎮鎮長嘅公開支持，佢表示家人對此感到十分高興。但係佢指出，加拿大政界人士最近嘅聲援太遲，黎智英已經被囚4年多啦。但願喺黎智英離世之前，我哋一班親人可以擁抱一下佢。黎崇恩亦都感謝加拿大政府對黎智英嘅聲援。佢喺上星期4透過視像出席加拿大外交和國際發展常務委員會會議嘅時候話，佢爸爸多年來致力倡議和平，促請加拿大繼續關注黎智英。喺呢個非常黑暗嘅時期，呢一點係非常重要嘅。加拿大總理卡尼喺上月16日喺多倫多一個記者會上被問及加國政府會唔會向黎智英頒發榮譽公民榮銜時，表示加拿大支持新聞自由，並且呼籲釋放黎智英。至於榮譽公民榮銜，有既定程序處理。